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大學生殖醫學專科高嘉怡醫生。咁又唔一定嘅，但係因為作收經嘅時候咧，可能女士都會有經期唔準嘅情況，所以都比較重要就係我哋排除有冇其他嘅婦科問題啦。如果有懷疑咧，可能都要諮詢翻婦科醫生，可能做翻多啲嘅檢查。咁經期方面啦，如果嗰個經期流量係好多嘅，甚至多到有貧血嘅症狀啦，咁或者經期同經期中間出血啊，或者可能個經期唔停啊，咁呢啲情況下都最好睇翻婦科醫生。咁通常需唔需要處理嗰個肌瘤呢？子宮肌瘤呢，都係睇翻本身個女士有冇症狀嘅。咁一般嚟講呢，子宮肌瘤就受到女性嘅雌激素影響，咁所以好多時收咗經之後呢，佢其實會縮翻細嘅。咁但係如果佢冇縮細，甚至變大呢，咁喺呢啲情況就一定要睇翻婦科醫生啦。